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定定讲到，咱仔尾嘛有一部剧，千万唔通看了无点，意思就是唔通看人无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日就是点，读做倒验点第二条。古早大字字典解说讲，这个点的意思就是小热的乌，咱讲乌点。唔通看了无点，意思就是唔通看猫面的人无点。猫面的人本地面就拢全一点一点，意思就是唔通看人无。也有算时间的单位，1点钟咱讲1点，半暝12点咱讲番点。算分数的单位，咱讲点数；算代志的单位，像讲第1点、第2点。也有烟火点火刀，咱讲是点火、点电火、点香。指定咱讲是点菜。照顺序检查，咱讲点名、点钱。甲人提示，咱讲是甲伊点一个，也就是点度的意思。雨水的方面流落来，咱讲是点药水；抹胭脂，嘛有人讲点胭脂。三顿中的食品，咱讲点心；物件加新，咱讲物件新点点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点度，代表提醒；第二个词读做点停，这个词咱新闻常常讲会到，代表讲一个人做代志真用心、真注意，周到、周至、确实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目睭师傅做工课真点停，若看到师仔做唔对，就会随甲因点度一下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点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